搜索新州文化歷史，聆聽鄉村人民故事。大家好，我又翻嚟啦。從2019年開始，我哋新興鄉里將展開第二季嘅旅程。我哋將以全新嘅視覺，同大家遊歷新興嘅鄉村山水，欣賞文物古蹟，聆聽人民故事嘅。咁我哋今日再次造訪嘅係位於新興文北峰下嘅車崗鎮嘅小韻村，將同大家了解一位清末民初時期嘅大俠士。咁佢呢，就係名震嶺南武術界嘅廣東十虎之首，並且佢為咗支持孫中山先生開展革命呢，係不惜散盡家財，甚至犧牲自己嘅親人嘅。咁佢係邊個呢？咁佢就係出生於小韻村嘅一代宗師黃隱林啦。今日我哋將同大家從黃隱林嘅後人口中了解佢跌宕起伏、波瀾壯闊嘅傳奇人生嘅。自古以嚟，喺新興各個鄉村都有鼓勵鄉人練習中華武術嘅傳統。喺清朝嘅道光年間，小韻村嘅黃平綽號獨腳銅人，佢身懷絕技，位列嶺南三英之一。佢喺肇慶做鞋帽生意嘅時候，因為機緣巧合認識咗鼎湖山嘅升龍長老。喇嘛派同埋合家派嘅功夫係車馬，日日咁車鞋底好易穿窿嘅。升龍長老成日都落去下山買啲鞋翻去，所以久之就大家成咗朋友。黃平覺得升龍長老功夫好喎，咁樣一個自己大家朋友之間有切磋嘅係咪？咁幫我個仔佢放喺鼎湖山跟佢學好啦咁。黃平一共有3個仔，長子黃正勇，又名黃隱林，出生於公元1840年，正係發生第一次鴉片戰爭嘅道光20年。佢自小極具習武嘅興趣同天賦。不過佢細個有個趣事就話，黃隱林3、4歲都好調皮，咁咧就個阿媽想捉佢翻嚟食飯都唔聽，仲喺出邊練功。咁佢阿媽係嗰啲自然腳，即係個隻腳好細隻，追唔到個仔。佢話：大隻佬，你哋幫我捉住個仔翻嚟，成日喺出邊練武都唔翻嚟食飯。升龍長老係鼎湖山蓮花庵，即係而家嘅慶雲寺嘅掛單和尚。如果要拜佢為師，一定要出家跟隨佢嘅左右。為咗學習上乘嘅武功，黃隱林就喺慶雲寺落髮做咗和尚。黃隱林為咗學功夫，又去做和尚。升龍長係一個反清義士嚟嘅，佢以前係一個太平天國嘅將軍嚟嘅。自從太平天國失敗之後，咁咪一路隱居去肇慶鼎湖山，收咗黃隱林一個弟子，把所有嘅功夫教晒佢。相傳升龍長老原來係四川一位武功高強嘅喇嘛僧人，人稱金鈎李胡子。佢係四川喇嘛派武藝嘅嫡系傳人，曾經係太平天國嘅反清幹將，後嚟遊歷嶺南期間，明操南中國嘅海盜張寶仔敬佩佢嘅武功，將佢代為上賓。因為張寶仔變節投靠咗清政府，升龍長老就同佢斷絕關係，隱遁喺鼎湖山上嘅蓮花庵教授門徒。升龍長老4大弟子大智、大慧、大覺、大圓，都係名震兩港嘅武林高手。升龍長老晚年收到黃隱林呢一個天賦極高嘅徒弟，佢就將畢生嘅武功傾囊相授。咁黃隱林呢，亦都刻苦練習，武功長進係極為之快。等到升龍長老圓寂之後呢，黃隱林就立志要繼承師傅反清嘅遺願。咁佢就還俗下山，開始行走江湖，希望能夠加入到反清組織，以圖大業嘅。黃隱林下山之後，到陝西創立咗飛龍鏢局。佢憑自己嘅實力喺西北打響咗名堂，人稱黃飛龍。走鏢一要自己有實力，二要江湖上嘅行家俾面。喺西北，一般嘅山賊盜匪見到飛龍鏢局嘅標旗，都唔會下手搶掠。而喺呢段時間，黃隱林仲廣交各路英雄好漢，聯絡反清義士。到佢差唔多老啦，咁就喺廣州去黃沙咁即傳承大街開武館啦。
咁啊教收咗好多啲徒弟啦，係嘛？其中七大高徒啊，咁啊好有名嘅。咁佢每個徒弟都發展咗一支派，所以有啲係叫白話派，有啲叫喇嘛派，有啲嘅叫做合家派。其實合家派咧係黃忍林創嘅，係紀念佢師傅係行義嘅，所以叫合家派。創辦武館，開設醫館。由於黃忍林武功高強，醫術高明，喺省城聲名鵲起。晚清時期，廣東武術界最有名氣嘅10位武師，合稱為廣東十虎，合家拳黃忍林排名首位。另外仲有九龍拳黃程可、客虎十形拳蘇克虎、佛山無影腳黃麒英、圓面掌周泰、七傷拳黎仁超、鶴陽拳譚濟軍、鷹爪功陳鐵志、醉拳蘇燦蘇乞衣、鐵線拳梁坤鐵橋三。喺廣州好多人去挑戰佢嘅，咁咧佢話我留啦，揾徒弟啦，咁但話唔得，一定要你黃忍林出嚟。特別外省人，我打贏你廣東第一嘅，即係我仲叻過你，我就取替你，我就可以自己喺度開武館做大哥，但係未逢敵手，次次都係贏。更令人敬佩嘅係，黃忍林仲有一份憂國憂民嘅俠義人心。喺廣州期間，佢接觸咗由孫中山領導嘅革命黨，明白到中國要富強，一定要改變腐朽嘅封建皇朝帝制。佢捐出咗自己大部分嘅家當嚟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且派出佢嘅獨生子黃懷同關門弟子蔡義公作為孫中山嘅近身衛士。光緒21年，即係1895年，孫中山領導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廣州起義失敗，清朝政府大肆捕殺革命黨人，其中黃懷同蔡義公都被捕入獄。當清兵咧即係追捕蔡義公同黃懷時候咧，蔡義公佢有錢啦，係咪？所以捉咗佢出嚟。點知佢翻去時候再攞多啲錢去贖黃懷咧，咁咪已經被清兵殺咗啦。喺痛失愛子之後，黃忍林因為傷心流淚過度，導致雙目失明。嗰時革命都仲未成功，即係黃懷死咗之後呢，就清朝政府已經追殺黃忍林。記得我阿爺講，佢話最犀利嘅50個官兵圍住佢打，佢都打唔過黃忍林，成為廣州嗰時最隆重嘅新聞。咧咁佢盲咗隻眼咧都可以即係打敗人嘅，用聽拳風到用邊又可以打得嘅。黃忍林嘅關門弟子蔡義公，原來係大新公司嘅少爺，見到師傅老年失子，又被官兵緝捕，就帶住黃忍林到咗香港，一直侍奉左右。喺民國17年，即係1928年，黃忍林喺香港離世。由於係革命黨嘅功臣，當時國民政府亦都十分重視黃忍林嘅葬禮。當時咧，佢過身之後，佢個遺體咧由蔡義公佢嘅關門弟子蔡義公，國民黨咧就派咗隻官船將佢個遺體運翻嚟，運嗰時咧船頭咧豎咗佢個名，咁兩岸嘅門徒咧都係恭候，咁好隆重嘅。當時我哋幾代人嗰啲鄉親父老，每次去拜山咧喺佢山墳前邊咧都講佢翻嚟嗰陣，哇！死得威風嘅喎，好巴閉嘅喎咁樣。黃忍林一生授徒無數，武術包羅廣博，有合家拳、合家刀、12支橋、小羅漢、大羅漢、虎鶴雙鬥、單刀、左把槍、9點12響棍等等拳械套路，師承佢嘅弟子，形成嶺南武林中頗有影響力嘅3個門派。包括有白鶴派、喇嘛派同合家派。其中合家派咧就係國家129個武藝品種其中一個都由國家個教科書噶啦咁鄧振剛幾父子通過呢幾代人嘅努力，把合家拳發揚得非常之廣
放大咗海外同埋國內形成一個好好嘅南方嘅拳派。黃隱霖門下著名嘅人物有白鶴派嘅黃漢榮，弟子有以演繹黃飛鴻而聞名嘅關德興，國際白鶴派國術總會會長張國華。喇嘛派嘅蔡義公，弟子有孔乙己、韋永超，以及香港喇嘛派掌門羅威強。廣州武術館館長鄧振剛一門三代都將傳承合家拳作為使命。如今以黃隱霖為源頭嘅武術已經傳遍世界各地。作為名震江湖嘅廣東十虎之首，咁大多數嘅資料呢都係顯示黃隱霖係肇慶府人士。咁點解包括新興人在內係極少有人知道佢係新興小韻村人呢？咁原來啊，黃隱霖自行走江湖之後就參與反清活動，因此呢，佢一直都隱瞞自己嘅籍貫嘅。佢走企出去協助孫中山同埋反清嘅時候咧，就隱姓埋名，都唔想連累家鄉嘅兄弟，同埋因為佢被清朝捉到咧會誅大高族嘅，所以佢唔敢話自己新鄉，即係驚連累家鄉啲兄弟。黃隱霖有武藝同醫術兩大絕技，可能因為佢嘅兒子黃懷得到咗佢嘅功夫真傳而犧牲於革命，所以佢喺家族中只係傳授醫術，並且囑咐後人一定要幫助家鄉嘅窮苦大眾。咁即係話佢嗰啲醫術好犀利，即係甚至係嗰啲子彈打入去佢都可以處理。佢咧就傳俾親人後輩，好似黃鳳啦，即係我哋叫大姑婆；黃百慶咧，我就叫伯公。咁啊，仲有我阿爺。咁我太公咧都喺香港做生意㗎，本嚟叫我北公同我阿爺落香港做生意㗎。我黃隱霖咧就夠即係合意嗰籠啦，諗住新興太窮啊，好多人真係有病冇，即係又冇錢醫，咁啊諗住留低啲侄仔侄女喺度，我去幫下人啦咁樣。咁黃鳳咧學咗啲醫術咧，同埋受黃隱霖嘅思想影響，好即係對革命都好熱心支持。歐佐豪咧就係佢個仔啦，佢就係16歲就參加革命，就係地下黨，就東江游擊隊、西江游擊隊嗰啲戰士負傷咧，佢就叫佢媽去醫，佢自己就用屋企嗰啲醫藥醫術就去救治嗰啲槍傷嘅游擊隊，佢都係冒着生命危險嘅。作為武術名家嘅後裔，黃隱霖嘅後輩有一個心願，希望喺呢一個和平富強嘅年代，讓現代人能夠認識了解新興曾經走出過一位武功高強、深具民族大義嘅前輩，更希望作為優秀嘅傳統文化，黃隱霖所創嘅武功能夠喺家鄉傳承。喺加拿大美國嗰邊開枝散葉嘅，都影響得又唔錯。我又自己練緊，所以我就充滿咗信心把各方面黃隱霖嘅功夫帶翻身。希望想就即係擁有黃隱霖嘅家鄉個功夫啦。受我哋採訪嘅黃少兵姊妹們係黃隱霖嘅弟弟黃正傑嘅後裔，已經僑居加拿大多年。源於自己祖上曾經有一位大英雄，一直激勵住佢哋熱愛祖國、心懷故鄉。特別係當祖國家鄉有需要嘅時候，佢哋都會慷慨相助。咁我喺加拿大咧，我好熱愛自己嘅國家，又熱愛家鄉啦。咁當四川地震2000年嗰時，2008年應該係，咁我哋都演出9場去籌資，啲錢送俾加拿大紅十字會，然後轉翻嚟國內支持嗰啲地震嘅災民啦。有啲留學生咧，即係話中國啲留學生過嚟讀書，有啲咧都係有啲困難嘅。咁嚟得我照顧佢食飯住帶佢熟悉環境我都有做呢啲嘢。個個話咁好人嘅，你咁好人嘅，咁一講就話我太公黃隱霖，個個梗係啦，哇解中事咯，原來你祖先咁乜嘢，係好感動㗎。即係好似我爸爸咧佢覺得村裏邊呢間祠堂咧已經太舊啦，應該重建啦咁，佢就叫埋我哋幾個仔女，大家捐資啦。佢等鄉民可以有個聚腳點啦咁，
咁我哋又捐錢翻嚟修路啦。咁舊年初我細佬第三屆翻到嚟啱村話要修路燈，咁我第三屆咧就一齊做啦，同心合力做。一代宗師黃隱林已經仙遊近100年，但佢作為3派武術宗師嘅榮耀，同傾力協助孫中山推翻封建王朝嘅大義之舉，卻係鮮有人知。正係俠義方明埋古冢，英雄偉績伴青山。所以話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嘅歷史，每一處鄉村都有佢嘅故事。今日我哋喺車崗鎮嘅小韻村呢，就聽到原來喺100幾年前，我哋新興就培育過一位位列廣東10虎之首嘅武術名家。咁更難得嘅係佢傾力資助孫中山嘅起義，而佢嘅仔呢，亦都係為咗革命而犧牲，可以講係我哋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嘅英雄人物。咁我哋作為新興人呢，呢啲都係值得光榮嘅，亦都係要藉此嚟到激勵我哋嘅後人。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度，喺下一期嘅新興鄉里，我哋將繼續為大家帶嚟新的精彩。我哋下一期再見。